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大甲妈绕境进香，这礼拜是暗时11点要来起驾。庙方这2天咧无用绕境进前的准备工作。伫南疆的太子团早起来举行着开工点眼，工作人员拢真兴奋哦。为着防疫，即届这个绕境青岛的起驾宴来取消，嘛要安排共道食饭，改做发便当。庙方嘛呼吁着信徒绕境的期间，尽量莫来软脚脚。双手合十，诚心来拜拜，安尼就好了。大甲妈搁2天就要起驾，太子团透早为3太子进行开工点眼的仪式，团员拢真欢喜，因讲早就准备好啊。当然，第一点是欢喜啦，因为大家遮今年度阮拢完全无出门啊。本来阮就是过年了，阮就是这物件，阮就一定拢传起来啊。过去太子团开工，锣声、鼓啊声、放炮的声音，庙仔头前拢是人，热力滚滚。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一丝改变。人若正经多，我们就不要，我们就双手拜拜。若较少，这个我们都会尽量。嘛有新桥班遐辛苦，大家尽量新桥班较快活一点。西境的期间要保持好社交距离，庙仔这方面嘛家庭周边的饭店，还有旅馆，另外嘛看情形，看要增加小型区的车，还是活动的便所无。香客大个所在嘛有消毒、防体温、人潮嘛控制，爱甲疫情的风险降到上低。